来关心东山会昨昏针对妇联会的美玲楼甲土地总共价值10亿5千万的财产进行听证定书。妇联会是强调讲，美玲楼是对民间捐钱的捐款来买的，是受宪法保障的财产。 这栋高赞楼悬起伫咧台北市林森南路19号，挂壁大粉红泰路的大楼，就是妇联会伫咧1996年由妇联社会福利基金会用6亿买土地，在2005年开4亿5千万起的美玲楼。即阵东山会调查认定美玲楼的建物和土地是妇联会不当取得财产的现有的劣品。伫咧初七是举行听证定书，不过听证会还未开始，妇联会代理人施立彬律师。 是先出声，即期听证有定书问题。妇联会有取得不当财产这个争议呢，目前还在法院审理当中。按照贵会所发布的这个应行注意事项，是不是贵会应该要停止这个听证程序？那就今天的美玲楼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事情哈，它其实是一个 不同的事件的一个认定，就本会而言，认为并没有其他的厘清的这个需要。东山会认为，计共10亿5千万的土地含建本，那准讲真正是妇联会用经济扣来的税关所起的，就爱没收，正做国有。不过妇联会主委雷晨是反对这款的讲法。美玲楼并不应该被党产会来没收。 因为第一，上位前提概念，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第二，在捐赠的部分，劳军捐款是民间爱国进军、自动自发的运动，我们所受捐的部分，并不是贵会所谓的不当取得财产。而美玲楼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认为它受宪法财产权的保护，不应被贵会没收。 雷晨强调，并无所谓的不动动产，妇联会资金是进出口工会和民间自由管的，并唔是政府的税关。东山会表示，后续会继续调查，才个决定是唔是要举办第2摆的听证定书。记者阿明金、夏桂林台北报道。